大家好啊！今日講一個好熱嘅話題，人民幣被低估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喺記者會咧就先提啦，人民幣被低估咗喎。咁幾乎同一時間咧，高盛就有板有眼咁話喎，喂，低估咗25%，咁啊仲話咧呢個係最高確信。呢一句咧係投行嘅黑話嚟嘅，意思即係咧好大信心，大到可以重倉嘅程度噶啦。不過呢啲係佢認為啫嚇。咁問題嚟啦，第一，點解唔係早幾年，唔係遲幾年，偏偏要揀呢個時候將人民幣匯率擺上台面呢？第二，人民幣匯率點樣由一句被低估演變成可以落注嘅交易？第三，最關鍵嘅，如果人民幣真係走強，呢場大國之間嘅博弈又係點樣一步一步燒到我哋嘅飯碗啊？今日我哋逐層拆清咗佢。呢幾年啦，美股科技巨頭啲故事已經翻炒再翻炒，炒到大家都聞到一陣燶除啊！咁啊，點解咁講咧？而家啲科技公司咧已經唔係鬥業績好唔好，唔係鬥派息多唔多嘅，而係鬥故事講得靚唔靚仔。比如咧前幾年唔係講元宇宙嘅嚇，咁啊 Facebook 連公司名都改埋叫 Meta。喂，一間頂級嘅科技公司，連個名都改成元宇宙啦，呢鋪肯定科技大躍升啦，係嘛？咁啊結果咧嚇，而家元宇宙提都唔提啦，項目咧仲蝕到褲穿窿添。咁啊再睇下火星移民呢個劇本啦，由2016年就開始講噶啦。咁啊 Elon Musk 咧就上過幾十次節目嘅，講到好似好快上到火星咁噶啦。咁啊仲喺 Twitter 咧日日嗌人喂，一齊上火星啦。咁但現實就係咧，願景已經講到2050年啦。但先唔好話移民先，就連人類都未真真正正上到去。咁而家啲美股嘅科技環境就係咁噶啦嚇，願景宏大，但係一睇個財報，喂，點解你吹到咁大，但係未見到有回報嘅？呢啲故事究竟撐唔撐得住㗎？講到底啦，市場從來都唔係怕你發夢啊，最怕咧就係你發開口夢嗰陣，仲想嗌人哋幫你埋單。咁啊，故事一旦俾人質疑，估值咧就開始鬆動啦。估值一鬆動，資金就開始要揾下一張賭台。咁下一張賭台喺邊度啊？美債收益率而家已經喺高位徘徊，大家都預期減息，已經冇乜向上嘅空間啦。日本資金早就喺前幾年咧，巴菲特唱好日本嗰時咧，就已經埋伏好晒啦。而家喺度摁腳，等美日利差收窄，日元反彈就可以套現啦。咁資金仲可以去到邊啊？呢個時候佢哋索咗一啖雪茄，轉個身望住人民幣，一個仲未被全球資本過度開發嘅窪地。人民幣匯率咧，其實係一個好好用嘅劇本嚟嘅。中國嘅 PPP 購買力咁強，代表你哋啲嘢好平啦。咁你仲用咁低嘅匯率出口咁多貨俾我哋，好唔公平啊！聽落好似好有道理喎。其實 PPP 咧係用嚟對比唔同嘅國家嘅購買力水平。講簡單啲，就係要搬幾多嚿磚頭先可以買到一隻漢堡包。不過咧，國際上從來都冇一條法律規定匯率係同 PPP 有關係啊。But who cares？ 對於市場嚟講，只要呢個故事好聽、容易傳播，就可以變成一個出手嘅理由啦。劇本有咗啦，啲資金點賺錢啊？唔通佢哋要長線投資中國實體，同你揼石仔？太慢啦咁樣。喺國際資金嘅眼中咧，人民幣首先係一個價格，一張可以落注嘅賭台。期貨咧，遠期調期總之工具多到數唔晒，又可以買升跌，又可以買波幅，仲可以對沖做空。只要匯率喐一喐，就有機會賺大錢啦。波動越大，機會越大。你以為淨係賺呢一筆啊？梗係唔止咁簡單啦！匯率呢家嘢咧，唔係一條 K 線咁簡單，佢仲有一條繩，拉一拉，成條供應鏈都會喐。試諗一下，人民幣一升值，就等於商品變貴咗。咁如果你係工廠，你唔減價，訂單流失咯喎。如果減價咧，你又冇利潤咯喎。咁如果係頭部嘅工廠咧，你仲可以靠融資、靠規模、靠補貼頂住下嘅。或者將產能分散到海外啦嚇。但係嗰千萬嘅東莞同義烏廠仔咧，佢哋靠咩嚟頂啊？上期咧就有網友提到啦嚇，喂，前幾年人民幣先由6字頭跌到而家7啫嘛。假如翻轉頭，點會冇得做咧嚇？呢個問題問得好啊。睇翻前2年嘅背景啦。由於全球加息咧，導致需求減弱咯，同埋咧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嘅，等於幫出口留咗條緩衝地帶。但係咧，而家環境未好轉，如果要翻去6字頭，就等於抽走呢個緩衝地帶。中小企肯定最先頂唔住啦。中小企一縮，
對打工仔最直接嘅影響就係加班冇咗啦，獎金少咗啦，甚至連職位都冇埋。一句講晒，以前咧呢條係救命繩，如果而家調轉頭，就等於剪斷條繩佢。講翻大企業先啦，咁啊如果佢哋可以分散產能咁計啦嚇，咁啊分去邊呢？越南啦、墨西哥啦等等呢啲人力成本低嘅發展中國家，大家睇下地圖就知啦。呢啲國家咧，無論地緣上定政治上、規則上定監管上，美國都有相當嘅話語權。咁啊，等於將隻羊從深山咁啊搬去自己嘅後花園，想幾時剪毛咪幾時剪毛咯。嗱，呢套招數咧，骨子裏係一套供應鏈去風險化嘅戰略。佢哋唔係要踢走中國製造，而係要將中國製造變成中國控股、外國組裝。你照樣有得做，但主動權會轉手，規則喺人哋手上，想加稅就加稅，想查你就查你，想卡你就卡你。一句話講晒，匯率咧唔單止係價格嘅問題，仲係主動權問題。講到底啦嚇，壓力最後都會落喺企業嘅訂單上啦，仲有我哋嘅工資上啦，仲有飯碗上嘅。好啦，今日個局咧，我哋由被低估拆到可以落注，再拆到供應鏈條繩揸喺邊個嘅手上。唔係叫你信邊個，亦都唔係叫你站隊，而係叫你記住，市場講緊匯率嘅時，永遠都唔止講錢咁簡單，更加係講規則同主動權。高盛嗰套最高確信啊，聽下就好啦。好啦，今日咧我淨係負責拆清楚底層嘅邏輯。至於你係聽完用嚟參考啊，定係用嚟拓寬思路啊，定係純粹聽個故仔啊？咁啊同台食飯，各自修行，睇下你點諗啦。我哋下一期見。